个人工智慧哦，拢爱靠运算，才会用到真侪电。像外国媒体嘛，在关心讲，咱台湾敢会欠电呢？经济部长郭智辉是强调讲，经过计算哦，咱台湾的电更有够。AI 风潮来袭，各国拢想要搭这个顺风车。不过，美国财经媒体关心讲，台湾当面临电力欠缺的疑虑，若无解决，恐惊会让全球产业受到冲击。对晶片的业者来讲，是一大警讯。我们是精准的去计算的哈，那以目前计算的结果跟我们所准备的这个电容量应该是够的。都惊欠电的疑虑，正做发展 AI 产业上大的问题。国内评估 AI 新增加用电量差不多是3%，不过日本评估煞是增加1成。民进党立委陈定辉持续咧问，不过郭智辉回答的口气，那像无遐确定啊。缺电影响全球是事实，但是我们没有缺电。我们没有缺电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准备，好，应该是好的。国民党立委陈建钿之基讲，要让产业为数位转型，行到 AI 转型，台湾算力敢是有够？国科会讲，甲附近的韩国甲日本来比，台湾目前的算力要成做 AI 大国，确实是无够。不过国发会嘛，随补充讲，拢有伫规划。因为算力不够的时候 ，AI 要去发展，其实是缘木求鱼哈。我们现在国科会在沙仑这边规划一个超级电脑中心，会超过100的PF 和 petaflow 哈。那另外在精创计划也会再往上加，那应该会额外增加100多的这个 petaflow。台湾科技的实力是大家都有看的，在 AI 产业当中扮演关键的角色。不过包括上届受到关注欠电的危机，还有 AI 人才培育，安怎甲 AI 引进百工百业，拢要有真侪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